伫咧壁顶画图创作，伫咧眷村农村已经时行一阵啊，也造成真侪所在造成观光的热潮。不过画图的主题甲画什么款的物件，伫什么款的所在，也是真要紧。若做画伫人的徛家，引起人的无欢喜，也是会产生纠纷的。新北市政府特别针对着景观彩画定出标准，最近就会向各单位来公告啊。壁边画是孙悟空陪伴师傅取经的故事，不过煞画伫民众拍衫裤的巷仔内，嘛有彩绘墙头前机车插满满，互人看了无解舒适。新北市府最近就拍算针对景观彩绘建议实施的基准，希望美化城市景观的本意，卖变调。办理这个景观彩绘的时候啊，还是要有一个主题性啊，融入地方的一个特色啊，文化啊，另外就是说也提醒大家说，这个基准啊，也告诉大家就是说，在办理的过程啊，就是说要先从这个整体的环境去思考。市府最近就公告相关的基准，未来若是公务预算补助的彩绘墙，爱先改善当地环境，另外主题嘛爱配合当地的物产也是文化。嘛有学者认为，彩绘唔是想要画啥就画啥，爱结合当地的特色才有意义。不管是从外面来的游客，或者在这个地方呢生活的居民，甚至呢成长的孩子，他都会因为这些墙面上面出现的这些地质、地形、生态、文史的内容来认知，说我是属于这个社区。学者嘛讲，过去彩绘眷村食时行，各地社区小济模仿，不过伫日条提起了后，虽出现安怎维护等等的问题，嘛有文化界人士伫面册讲到前一阵啊，婚龄好买的眷村，去互人乌白乱做的代志，点出技术也是作弊，有时只是隔一条线。记者陈雅文、林玉凯，新北报道。